我哋尋常百姓個日子，邊個冇唔順心嘅時候啊？出門唔記得帶鎖匙，返工遲到扣人工，做生意撞啱騙子，屋企日日雞飛狗跳唔安寧，就連飲杯水都會搶到，行兩步路都可以整親隻腳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就會亂咗陣腳，四圍打聽邊度有大師，使大錢，請人睇風水，改屋企布局，擺風水擺件。到頭來銀紙使咗一大筆，日子照樣唔順利，甚至仲比以前更加差。阿叔今日直白講句，千祈唔好再使冤枉錢去亂改風水，根本就係白費心機，白忙一場。其實轉運嘅秘訣往往就喺你自己手上。今日我唔講啲太過虛無縹緲嘅大道理，淨係同大家講啲接地氣、實實在在嘅嘢，同大家傾下戴戒指嘅學問。好多人以為戴戒指淨係為咗好睇，又或者話俾人知自己結咗婚，大錯特錯。老祖宗流傳落嚟嘅智慧，就算係細細一粒細節，全部都大有講究。10隻手指，每一隻都連通我哋人生嘅氣場，只要戴啱手指，個人運勢就好似開咗閘嘅流水，擋都擋唔住。而我哋對手就係人體氣場嘅出入口。與其大費周章搞各種風水改造，不如先學識戴穩手上呢隻戒指。我哋由大拇指開始講，大家睇古裝劇，以前做官嘅王爺大佬個個中意喺大拇指戴玉扳指，大拇指代表住權勢地位，亦都係自信嘅象徵。不過阿叔提醒大家，普通街坊千祈唔好亂喺大拇指戴嘢，尤其係一心求財求平安嘅普通人。如果你本身冇足夠氣場同命格，強行戴喺大拇指，反而會俾氣場壓住，得不償失。所以呢隻手指我哋暫時唔好亂碰。跟住就係食指。喺風水學問入面，食指代表上進心同事業運。如果你最近返工，經常俾人排擠，又或者想轉工但冇底氣，不妨將戒指戴喺食指，可以增強你嘅決斷力，等你喺職場更加有氣場、有威嚴。不過呢個只可以穩住運勢，唔會突然之間天降好運。再嚟就係中指，中指係5隻手指最中間最穩重嘅一隻，代表責任同家庭。好多人訂婚都會將戒指戴喺中指，就係呢個原因，可以守住現有家業，令生活安穩踏實。但如果你想要財源滾滾，時常有驚喜好運，中指嘅氣場太過厚重，缺少靈動，就唔係最適合。重點嚟啦，大家認真聽實。阿叔今日話你知，最簡單最易招來好運嘅黃金位置就係你嘅無名指。好多人會問阿叔，無名指唔係結婚先戴嘅咩？冇錯，呢個係西方習俗。但喺我哋傳統運勢玄學入面，無名指連通心脈，係5隻手指入面感應最強嘅一隻。更加重要嘅係喺手相學裏面，無名指又叫弱指，不單止關乎身體健康，更加係聚財聚氣場嘅關鍵位置。如果你近期黑運纏身，頻頻漏財，又或者做生意傾合作永遠差半步，一定要喺無名指落功夫。點解戴喺無名指可以轉運？阿叔同大家拆解。無名指自帶不爭而得嘅氣場，唔似食指強勢逼人，又唔似中指太過沉重，自帶溫和又強大嘅吸引力。當你將戒指戴喺無名指，心境會變得平和、溫和嘅氣場，最容易吸引貴人相助。大家細心留意，好多做大生意嘅大老闆，平時戴戒指好隨意，但係無名指上面永遠都會有一隻質地溫潤嘅戒指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漏財講法，大家合埋隻手掌，睇下手指縫隙大唔大。如果指縫寬闊，尤其係中指同無名指之間縫隙明顯，老話就叫漏財手。呢個時候喺無名指戴一隻略為寬少少嘅戒指，就好似為自己財富裝咗一道大門，鎖住財運，擋住無端端流走嘅錢財。呢個就係閉合氣場，守住財運。
最後就係尾指，尾指代表靈活應變，亦都有擋小人避口舌嘅作用。如果身邊經常有是非精，小人講是非，但尾戒確實有少少防守作用，但係只係被動防守。我哋想要主動招好運、旺財運，始終都係無名指最緊要。阿叔再同大家講下戒指材質嘅講究，唔好以為一定要金戒指、鑽石先有用。轉運最講究五行相配，氣場契合。如果近期心浮氣躁、脾氣差，戴銀戒或者白金戒指，可以靜心降火，穩住個人運勢。如果成日死氣沉沉，做事冇動力，想突破現狀，金色戒指可以補足元氣，提振氣場。而效果最好、最有靈氣嘅就係玉石同翡翠戒指。天然玉石吸收大地靈氣，最容易同人體氣場互相呼應，相輔相成。其實戴戒指轉運仲有強大嘅心理暗示作用。每日望見指尖嘅戒指，就係時刻提醒自己，個人運勢正在慢慢變好，日積月累，正向能量不斷積攢，個人精神狀態、氣質都會完全唔同，待人接物和氣笑臉，做事有底氣有自信，好運自然會主動靠近。相反，日日垂頭喪氣，怨天尤人，認定自己一世冇運行，就算成隻手都戴滿鑽戒，財神爺見到你都會繞道而行。所以聽阿叔一句勸，運氣差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慌，更加唔好亂使錢，揀一隻自己睇得順眼、簡約大方嘅戒指，唔需要花巧浮誇。揀個好日子，心平氣和，戴起無名指，戴落去一刻，默默同自己講：由今日開始，霉運到此為止，好運自然嚟。阿叔再叮囑大家，戒指戴好就唔好成日除，要等戒指慢慢吸收你嘅體溫同氣息，日久天長就會成為你身體一部分，守護你嘅氣場運勢。而且戒指一定要保持乾淨整潔，唔好污糟邋遢。求財求運，最緊要心存恭敬。你珍惜好運，好運先會眷顧你。淨係識戴戒指都唔夠，阿叔再教大家幾招，配合小技巧。運勢好壞係多種因素相輔相成，戴戒指就好似幫架車加滿油，但如果自己唔肯努力前行，一樣原地踏步。平時多行善事，同人相處留3分餘地，遇到困難唔好一味抱怨，諗辦法解決先至實際。積極正面嘅心態，再加埋無名指聚氣旺財嘅作用，雙向配合，轉運效果自然加倍。做人一世，邊個冇坎坷挫折？坎坷並唔可怕，最可怕係失去精氣神。阿叔見盡好多一夜暴富又瞬間破產嘅人，最後可以穩得住生活、守得住家業嘅，全部都係識得調理自身氣場嘅人。呢種調理唔係盲目迷信，而係學識同世間萬物和平共處，穩住心態。戴戒指就係最簡單、最易做到嘅方式。戒指尺寸都好關鍵，唔可以太緊，箍實手指會鎖住財氣；又唔可以太鬆，搖搖蕩蕩，留唔住福氣。剛剛好，可以輕微轉動，但唔會跌落嚟嘅尺寸最為完美。做人都係一樣有原則，亦都要留返適當空間，先可以行得穩、行得遠。好多人都會問，戒指應該戴左手定右手？老話講男左女右，但喺氣場學入面，左手主招財入氣，右手主辟邪排負能量。一心想吸納好運，聚財旺運，阿叔建議戴喺左手無名指。如果近期小人纏身，是非多多，煩心事斷唔停，就可以喺右手無名指都戴一隻，一入一出，一手一擋，個人氣場自然順暢活絡。而家好多後生中意幼細素圈戒指，貪佢時尚好看。幼圈有幼圈嘅好處，代表細水長流、平穩順遂。但如果你正處人生關口，急需轉運、求大財大運，建議揀一隻有少少厚度、有質感嘅戒指，唔需要名貴奢侈，但手感厚實穩重，有助壓住浮躁，
令你遇事冷靜，決斷清醒。再同大家細化下戒指顏色選擇。如果經常丟三落四，守唔住財物，揀土黃色或者純金色戒指，土生金，固本守財。如果生活沉悶壓抑，想改善人緣，祈求良緣，揀戴粉色、紅色寶石嘅戒指，戴喺無名指，效果恰到好處。千祈唔好覺得阿叔亂口，呢啲全部係幾千年流傳落嚟嘅民間智慧。以前大戶人家細路出世戴長命鎖，成親戴情侶對戒，全部都係借助小物件調節氣場，守護運勢。而家時代變咗，但人體氣場嘅運行規律從來都冇改變過。街上面好多風水鋪擺滿五花八門嘅擺件飾物，說到底都係利用人哋對未來嘅不安同恐懼賺錢。阿叔唔想大家踩坑受騙，簡簡單單、低成本、實用有效，先係普通人過日子嘅智慧。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秘密：戒指戴咗一段時間，如果變得越嚟越光亮、潤澤，恭喜你，代表你嘅氣場已經同戒指完美契合，好運就嚟爆發。如果戒指發黑、磨損嚴重，就要反省一下，係咪太過操勞、心事重重、負能量太多？呢個時候可以將戒指除落，用清水沖洗乾淨，擺喺陽光下曬一陣，淨化氣場，等戒指保靈氣，亦都俾自己放鬆解壓。老話常講，人養玉3年，玉養人一世，戒指都係同一個道理。日日貼身佩戴，沾染你嘅氣息同磁場，你運勢順暢，戒指自然光澤飽滿。你遭遇波折，佢都會默默幫你抵擋一部分負能量。所以揀戒指一定要隨緣，第一眼睇落去合眼緣，心頭舒服嘅先至最啱。有緣分轉運旺財，先可以事半功倍。阿叔今日講嘅全部係真心話，大家一定要記喺心入面，唔好聽完就算。如果真係生活不順，黑運纏身，不妨試一試。普通戒指價錢親民，比起亂花錢請風水師傅買昂貴擺件，呢個方法平靚正，穩陣又實用。最後同大家講，風水技巧只係輔助加持，最緊要始終係個人心態。戴戒指係幫你提升氣場，加成運勢。如果日日躺平擺爛，妄想不勞而獲，就算手指戴滿戒指，一樣冇運行。做人勤快踏實，心地善良，再加埋呢啲接地氣嘅轉運小竅門，日子一定一日比一日好，越活越有盼頭。講咗咁多，相信大家都聽明白啦。阿叔說話直率，但句句都係真心實意。希望呢段分享可以幫到身處低谷、急需轉運嘅朋友。記住阿叔說話好善待你嘅無名指，為自己嘅好運安一個安穩嘅家。臨尾再多講一句，如果你身邊都有經常抱怨冇運行、過得壓抑嘅老友記，不妨將呢套戴戒指轉運嘅學問分享俾佢哋。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。你幫人哋轉運積福，自己都會積攢功德，自身好運都會加快到臨，一舉兩得。中意阿叔粵語白話分享，中意民族運勢乾貨嘅朋友，記得訂閱頻道，福氣財運常伴左右。我哋下期再見。